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无论敢有甲伊朗达成协议，美军拢会伫2礼拜至3礼拜以内结束行动撤离。中东战争造成油价大起，国际航空确定要起价，飞长途会起到台票3700块，国内线平均起97块。美国联邦法院下令白宫当商改建计划爱停工，川普强调工程无用纳税人的钱，无需要国会同意。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中东的战争敢真正要结束啊？目前上新的进度，美国伫咧派出林肯号甲福特号了后，是搁派出第3只航空母舰布希号去中东。美国即马是已经部署5万兵力啊，就伫咧各界要讲，敢是这地面部队要开战啊？的即个时阵，美国总统川普就讲话啊，伊讲美国是按算伫咧2礼拜到3礼拜以内结束对伊朗的攻击，无论敢有达成协议，拢会撤军，毋过是一定会确保伊朗袂有核武。川普放出战争要收煞风声了后，是随带动股市大起。也这场战争是已经造成国际油价抢悬，大家是拢无好过。就连美国国内民调嘛，拢有66%的民众希望赶紧停战。不过，针对荷姆兹海峡的安全问题，川普是搁一再强调讲，这本正就和美国无地带，就交予朋友国家己去解决。What is the plan to bring them back down? All I have to do is leave Iran, and we'll be doing that very soon. I would say that within 2 weeks, maybe 3, when we feel that they are,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put into the Stone Ages, and they won't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 nuclear weapon, then we'll leave. 川普30日面对记者关心油价问题，并且表示真应对撤军。伊讲，即马伊朗的新政权已经更加理性，美国也拍假伊朗无法度有核武，所以是毋是达成协议已经无重要。即马是伊朗更加想要甲美国会谈。白宫表示，川普会伫初暗时9点，也就是台湾时间初2早起9点，就伊朗战术发表全国电视演讲。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强势表示，未来几天是这场战争的决定性时刻，伊朗无要会谈，会被拍甲真惨。This new regime, because regime change has occurred, should be wiser than the last. President Trump will make a deal he is willing, and the terms of the deal are known to them. 伊朗外交部长表示，伊朗无回应美国提出15点方案，也无提出家己的方案。伊朗敢会考虑结束冲突的协议，并接受地球停火。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讲，伊设定的军事目标已经实现过半，不过无想为这场战争设时间表。这场战争无来牵关国际人员介绍，也为美国其中选举带来政治压力。路透社伊普所上新民调显示，66%美国受访者认为，就算无法度达成川普政府设定目标，美国也应该赶紧为伊朗战争发声。另外有17%受访者坚持对付伊朗，长期冲突也无可惜。华尔街日报31报道，川普甲幕僚讲，就算荷姆斯海峡也伫咧封起来状态，也愿意到达结束这场冲突。佮暗示，若美军撤离，海峡就会自动开放。美国受这篇报道鼓励拢大起，标普500指数甲纳斯达克指数拢创几个月来上大起的幅度，其安股也拢起，不过原油继续也马上落落来。公司新闻是会长评晓。虽然美国讲已经毁掉伊朗的军事能力啊，不过即阵却阁传出伊朗去碰沙烏地阿拉伯的美军基地，甲军机毁掉的代志。甚至伊朗阁放调讲，伫咧中东的饭店，若是提供予美军住，安尼就会成做后一个攻击的目标。American firepower is only increasing. Iran's decreasing. We have more and more options, and they have less. 差不多伫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讲话时阵，伫沙地阿拉伯的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佮传出美军军机去予伊朗崩坏消息。外电公布的规定相片显示，这台编号0005的E3空中预警机机身中后段规个崩坏去，已经完全失去飞行的能力。
画面上就是2025年由民间航空迷所翕的这台预警机，伫加州降落情形。伊本来隶属奥克拉荷马州的552空中管制连队，2月份才调去中东支援，无意外煞飞伫伊朗的空袭。另外，根据伊朗官方媒体所公布的相片，伫预警机防崩歹前几天，同一个基地嘛伫伊朗的空袭时，包括空中加油机这个军机，刷去予伊朗空袭毁损。虽然美军死亡的人数敢若10外人。比起伊朗的伤亡较少，不过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是美军伫中东战区正关键的运补一甲兵力投射中心，基地面临伊朗的飞弹甲无人机威胁，一定会影响美军伫中东的行动能力。另外，就是地面前的部分，美国放调出兵攻占伊朗石油出口的重要据点哈尼克岛，包括海军陆战队、陆军空降兵持续向中东的集合。外电的分析指出，哈尼克岛毋是拢照刷图，是有真侪石油设施甲主体工厂的地区，美军要甲在地的伊朗守军做航仔路线，除了无法度避免大量伤亡，后勤补给嘛是大问题。伫45度的高温，成年人逐工需要4公升的水分，若是美军出兵5000人，逐工都爱20桶的饮用水，这也无包括食物，也甲战斗所需要的弹药。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中东战争冲击国际能源的供应，埃及靠天然气发电，即摆是为着省电，敢若会当下令电价提早收淡。另外，韩国面对油价抢悬的状况，政府是按算要发补助金来贴民众的损失。海螺这间餐厅暗时9点一到，就甲铁门救落来，外口街落暗，有一寡路灯嘛无倒。这对天气烧热、夜间活动真济，埃及来讲实在真无顺常。原因就是伊朗战争爆发后，来自波湾的石油甲天然气运输受阻碍，国际燃料价小大涨。依赖进口天然气发电的埃及政府只好下令全国店家节电，提早收店，比英国早4点钟。في مصلحه ترشيد الاستهلاك ان احنا نتعب بس نلاقي بعدين نتعب دلوقتي في شويه كهرباء وشويه طاقه بس هنلاقي الموضوع ده جاي بعدين هنبني استثمار بعدين لان المكان كله قائم على الطاقه。埃及政府指出，3月进口燃料成本为1月12亿美金暴涨到21亿，为了避免停电，只好调整电力消费。不过专家嘛烦恼，夜间经济活动停落来，唔但造成企业营收降低，个人收入减少，进一步会影响购买力，恐惊连国家整体的经济成长嘛受影响。面对民间的反弹，政府表示会伫5月中心评估这项政策。除了埃及、南韩有7成原油为中东进口，同款面临能源供应真暗的困境。总理李在明拜二主持国务会议的时表示，无排除动用宪法授权的紧急财政命令。 긴급할 경우에는 헌법이 정한 긴급 재정 명령을 활용할 수도 있겠죠. 어쨌든 최대치로 신속하게 과감하게 대응할 필요가 있다는 말씀을 다시 한번 드립니다. 李在明随拍板通过规模26.2兆韩元，大约171亿美金的对家经济预算，会照收入甲地区的差异，分无共金额的消费券，补贴高油价的损失，希望有刺激消费、稳定类似市场的效果。目前国际油价一桶要换101块美金，若是经济恶化，南韩会扩大采取汽车限行措施。另外，备受冲击的航空业，嘛前后采取减班等措施应用。大韩航空拜二传出。 为4月开始进入紧急管理模式，内容包括减航班、提悬燃料附加费等等。若消费者爱面对的，就是票价变贵啊。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大起。交通部民航局今仔日是宣布，国际航空为4月初7开始就会调悬燃油附加费。以国际线来看，这飞底道的是会起到1448块，因若飞长道的是会起到3766块，因若国内线的部分是会平均起97块。不过离岛机面的部分就由民航基金来吸收。这个消息公布了后，就旅行社要对咧调悬旅游团费。 飞长道的，亲像飞去日本，上济就是可能起到5000块；也若是飞长道的，亲像飞欧洲，就可能爱加1万块的钱。也除了咱台湾的航空公司做出应应措施以外，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嘛同款按算要起价。亲像日本来讲，飞来台湾的航线是拢平均起超过5成，上济可能就爱台票2860块。
清明节连假伫要到啊，机场有真侪旅客准备出国旅游，不过因为中东战事影响，全球油价大起，已经有不少航空公司宣布要调关燃油附加费，未来买机票会变贵，互不少旅客花季在袂掉。肯定的，尤其是我们在两岸跑嘛，像我3天前回来，机票已经涨到了单程2750了。希望政府说有随着油价来降低，回归到基本的那个价钱。我们近期也都已经提出了申请，那或许会在4月初会有一波正式的公告跟调涨。那希望这个旅客各方面大家能够共体时间。自昨晚欧洲航空、纽西兰航空等早2、3月中都调关过航班票价，起价幅度差不多2至3成。国泰航空嘛，为4月开始调关燃油附加费，以长程航线做例，调关到美金200块，差不多台票6300。有立委关心国际航空的燃油附加费是不是原来的调关？目前为止有没有针对燃油附加费，我们国际航空要调涨的一个规划？那要看它原本的票价，假设3万块，那它以长程来讲的话是调整45.5块美金。交通部民航局证实，国际航空燃油附加费嘛要调悬，短程航线每人调悬到45美金，差不多台票1440；长程航线调悬到117美金，差不多台票3700。一定4月初7开始有效。若是国内线机票，预估每一条航线平均调悬台票97块。我们计算出来的话，大概就是每条航线会不一样啊，大概是平均大概是97块钱。民航局讲，国内线部分针对离岛居民，会由民航作业基金吸收，也已经请航空公司应该以适当的方式公布相关资讯，让旅客、旅行社、货物托运人甲货主知影，先尽公告责任，减少消费的纠纷。记者采访报道。这礼拜就是清明连假，桃园机场预估4月初2到初7这段时间，总运量会超过92万人次。伫咧初3迄天，可能就会超过16万人次，真做历来上济。也那机场安检的部分，除了原本的警力以外，嘛会申请替代役男来支援。大行李伫咧柜台排队报到，清明连假就要开始。桃园国际机场疏运期间，总运量估计会超过92万人次。其中4月初3是出境的高峰，一天的运量有可能会到16万2000人次，真做清明连假港期的历史新高。你今天是要去哪里？今天到冲绳。那觉得今天安检的速度呢？速度快，跟我2个礼拜前差很多啊。大概你觉得那个安检的速度怎么样？很快。很快哦。那你今天有提早来吗？提早来？已经提早了啦，早点进去逛逛嘛。因应连假疏运和安检较顺，航警局除了原本建立的安检警力268人以外，也申请46位替代役男来到3工，提悬辅助安检员人力100位，增加安检的量能，协助一日航下安检线旅客，正多加行李复查之外，无干涉公权力的工作，希望达成安检线规工满线全开，服务无中断。清明连续假期即将到来，航空警察局因应出国人潮，除建制警力外，另向役政司申请46名替代役男协勤，另有辅助安检人力100名。因为安检仪器的整备，航警局讲已经伫咧假期进行就巡检过，包括电工行李检查仪、金属感应门、手提式的金属探测器，拢保持正常运作。要规划预期若进行各种紧急的应变机制，要协调厂商，请因派人伫咧现场驻守，准备相关的零组件，和设备会当正常运作。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开始1亿美金改建白宫东商，不过这项计划受到国际保护团体反对，佮提出告诉。联邦法院也下令停工，要求爱国会同意才会使继续进行。川普真不满，讲这工程无用纳税人的钱，根本就无需要国会同意。美国总统川普主导的白宫东边互量改建，工程去年10月开始。不过，这项计划和国际保护团体、国家历史保存信托基金会提出法律、历史、美学等方面的理由反对，佮提出告诉要求停工。30日，一个华府地区的联邦法官批准这项禁令请求，裁定白宫工程停工。川普对这是真不满。We didn't ask for any tax money. We have no taxes. This is taxpayer free. We have no taxpayer putting up 10 cents.
川普的理由是，白宫当兵宴会厅的工程款是外界管的，无需要国会批准。伊嘛表示，工程完全有照保护白宫范围内的安全甲防护规定咧行，佮有做防弹玻璃甲防无人机厝顶，而到伊伫为佛州海鸥庄园结束假日，转来华府的空军一号顶，甲随行记者展拄完成的建筑模拟图。It matches and fits the White House. It's also capable of handling the inauguration. We have all bulletproof glass. We have drone-proof roofs, ceilings, everything. Now the military is building a big complex under the ballroom, which has come out recently because of a stupid lawsuit that was filed. 白宫当兵护梁的卡有总统紧急避难用的碉堡，是1942年小罗斯福总统时代还白宫的时起的，有重要的国安意义。白宫嘛伫1960年互认定是国家历史地标。不过，川普上要义的是当接待外国元首的宴会厅。Many of you have gone to the tent when we have a president of a big country or somebody being honored of great distinction. And they sit in a tent, and if it rains, you get soaked because the grass gets wet here very fast. 除了大型土木改建白宫宴会厅，川普嘛伫美国4届留下总统任期。佛州州长特松提斯拄签一个法案，甲棕榈滩国际机场改名做川普国际机场，按算7月就要挂牌。上时，川普本人嘛宣布，未来会伫迈阿密市中心起川普的总统图书馆。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哥伦比亚有一位建筑师伫社区内底打造一个都市植物园，种几百种花草，佮开放民众参观，希望会当互大家改变对这个所在充满暴力的印象，增加认同感。日头光照落来，叶仔随风里摇摆。这是哥伦比亚首都波科大的皇家植物园，伫六大区叶内底种大约600种的哥伦比亚的原生植物，拢来自当地丰富的生态。虽然这座植物园号名有号“皇家”2个字，不过伊其实是由民间所打造的。Hay que anotar que cuando se compran estos predios prácticamente no hay nada de verde, no hay nada de verde, todo es construcción. Y nosotros lo que hemos ido haciendo es quitar muros de concreto y de ladrillo, los vamos quitando y vamos poniendo verde, vamos poniendo verde. 创办人佩拉是一位建筑师，伊捌做过中学的校长。伊发现伊住的社区治安真歹，并且也无啥物绿地。设计这座植物园，就是希望伫都市内底打造一片绿洲，互社区的名声也会当变好。El botánico para mí es un refugio. Es mi vida. A mí me preguntan si vivo aquí y yo digo sí, aquí vivo, estoy aquí hasta las 10 de la noche normalmente haciendo cosas con mis plantas y duermo en otro lado, pero vivo aquí. 佩拉阁开放附近的民众来这个植物园，无论是伫露台办公，还是伫水池耍水，拢真欢迎。对真侪当地人来讲，外口日头赤炎炎，行入去这座花园，心情颠倒会平静。Estemos acá en medio de toda esta mano de cemento, bloques y que haya esto tan bonito es un regalo total. 佩拉也会甲家己的亲戚朋友做伙向人客介绍植物园内底花草。伊表示，只要互民众发现当地也有美丽又阁特殊的自然生态，就当互大家对社区有认同感。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印尼的政府为着增加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就把这森林改作粮食、能源和水资源的用地。不过，却因为欠缺相关的保护政策，致使到2025年，这森林面积的损失率是增加66%，成做8年来上济。为空中看一大片的林地，有不少土地已经光影影，只剩咖啡色的土。这是印尼东南部的苏拉威西省，因为政府林地较无保护政策，加上积极将森林改造粮食、能源甲水资源相关项目的用地，印尼2025年的森林面积损失率目前66%，8年来新高。Atau kalau kita akumulasi dari tahun kemarin itu sebesar hampir 2 kali lipat atau 166%. 400ribu hutan alam di Indonesia hilang pada tahun 2025。印尼一个专注研究林业甲生物多样性的非营利组织，有负责关岛是伫考察结合卫生影像对印尼10人省的4万9000公顷森林进行研究，
发现过去几年，印尼政府为增加北美等主要农产品的国内产量减少进口，第2025年将2060万公顷的森林转做相关资源开发，其中43趴拢是自然森林，78000公顷的纽西杜比林被清掉，面积相当于美国纽约市。Deforestasi terencana itu masih menjadi masalah utama di Indonesia ya. Artinya memang deforestasi yang secara regulasi itu diperbolehkan. Yang bersumber dari konsesi-konsesi perizinan, termasuk sawit, termasuk hutan tanaman, tambang, termasuk proyek strategis pemerintah gitu. 有负责军岛统计，去年森林面积减少速度上紧的岛屿是婆罗洲，第二是苏门答腊甲巴布亚。另外，印尼计划起新首都的东加里曼丹省是受计划影响上严重的省份。有负责军岛组织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管机制，阻止这种合法错森林的行为，保护守护天然森林，也需要将商业活动为资源开采转做环境保护，加做其他热带国家的模范。公司新闻陈时东评。今年4月初1是 Apple 创立50周年，为一台电脑开始，到即马有手机啊、有随身电脑、佮有手表啊等等的产品。Apple 毋但改变电脑的产业，佮重新打造通信市场，一路行来过程，带大家做伙来回顾。1976年，少年的贾伯斯甲沃兹尼克伫加州小城电车库组装头一台电脑。当时谁嘛无想到，这台苹果会真做改变世界的标记。虽然贾伯斯捌伫80年代因为权力斗争离开公司，不过1997年，因也亲像救世主共款重回苹果。And serve the people that have been buying our products since the beginning. Because a lot of times people think they're crazy, but in that craziness we see genius.And those are the people we're making tools for. 贾伯斯用真小的天才来形容苹果迷，也用创新设计改变市场，为 iMac 电脑推撒行动通信大门。2001年的 iPad 改变音乐产业，2007年的 iPhone 佮以触控操作带动智慧型手机啊革命。You know, you come into the Apple Store,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learn how you can put your whole music collection on a Mac and burn custom CDs with your favorite songs on them and put your favorite music on portable MP3 player. 不过，到伫个苹果伫市场大卖时阵，贾伯斯2011年煞过身。外界拢咧看失去灵魂人物的苹果，也会当行偌远。Today we're announcing Apple Music, the next chapter in music, and I know you are going to love it.It will change the way that you experience music. 少年线推出 Apple Watch 加 Apple Music， 苹果开拓牵挂装置业务，营运长库克接受了后，佮推出技术升级。The M1 chip is by far the most powerful chip that we have ever created. It makes these Macs dramatically faster, provides all new capabilities with extraordinary battery life, and enables the Mac to run more software than ever.研发晶片提升产能，库克带公司转型，嘛经过税务的风雨。We pay all the taxes we owe, every single dollar. We not only comply with the laws, but we comply with the spirit of the laws. 即马苹果的市值已经超过3.6兆美金，为上起升的个人电脑到即马横看 AI 软体甲硬体的科技帝国，这粒苹果行过精彩的半世纪。后一个50年，也佫会带予世界倒一种新奇，全球拢伫期待。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译。跑酷是一项正需要体力的新型运动。伫咧新加坡，就有一群聚会人挑战这项活动，伫街头跳来跳去、转来转去，除了加强体能以外，嘛会当培养因的自信甲活力。因真流利啊，跳过墙啊，佮变过围栏，随佮软过粗腿下骹的空芳。这个脚手美丽的人是拢无少年啊哦，凊彩一个都60岁起跳，因当咧上乐龄跑酷，因为这项强调速度甲体能的街头运动，即马变成新加坡聚会人对抗软化新武器。Challenge us to do difficult movements, so that's how I got the can-do spirit. 新加坡当咧快速高龄化，今年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已经要突破21%。到2030年，每4个人都有一个是聚会人。不过，到了2017年开始带聚会人跑酷的时，外界是拢咧看衰。There was a lot of discouragement. A lot of people would say this will put seniors in danger. It's very risky. Like seniors at their age, they should not be doing such things.
虽然鼓励社会人勇敢挑战，不过这门课不是咧学特技，是咧教因安怎掌握身体平衡，安怎安全正确跋倒。The whole point of parkour is to improve your agility, and when you have an improved agility, you'll be faster in your reaction. You're just more aware of everything around you. 对袂少人来讲，提升身体控制力，佫会当甲生活动力重新找回来。After parkour, you feel like you come alive again. Though you are tired, but you are like, ooh, I'm rejuvenated. I'm refreshed. I'm a renewed person. So it really makes me happy. 身体勇会得到自信，鱼腩会想要依赖，透过八关八架甲拍练斗，新加坡的长辈当咧用行动证明，只要有心要练，社会人嘛会当真久真软球。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祝大家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